其實咧好少㗎，根據我嘅知道咧，即係親子咁啊，親子仲要係好小朋友嘅親子去探訪露宿者咧係唔多嘅。咁啊，今次一啲唔係好值錢嘅禮物，咁咧佢覺得珍而重之，拆出嚟用啊，成咗嚟試啊，一間好，爸爸媽媽又好，譬如去咗做探訪之後有啲乜嘢睇到啊，或者覺得佢哋點樣啊？